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剪辑师的邹长根，上月22日因癌症病逝，享年62岁。4月5日，邹长根于红磡福泽殡仪馆举殡，并以基督教仪式进行。在《滚滚红尘》、人在纽约、女人风情画等众多剪辑作品，为邹长根在国内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多项殊荣的同时，他还孜孜不倦教导后辈，令人相当尊敬。资深幕后人员丁宇代表演艺人协会前来吊唁时，谈及与邹长根相识相持近40载，也一度激动得泣不成声。大家就真係好似兄弟咁，我有乜嘢啱啱初入行，涉及呢個剪接呢個部門，佢不厭其詳咁同我教我，令到我好快就接受咗呢個剪接嘅技術。佢對我喺後期工作嘅影響係相當深遠。最後一次見啊！最後咧，人哋講條根叔，我就叫你好兄弟，邹長根好兄弟，你安息啦，我哋會懷念你嘅。